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26篇2至3節。耶和華，求你察看我，試驗我，熬煉我的肺腑心腸，因為你的慈愛常在我眼前，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。耶和華，求你察看我，試驗我，熬煉我的肺腑心腸，因為你的慈愛常在我眼前，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。神啊，求你察驗潔淨我哋嘅心思意念，幫助我哋喺屬靈生命上追求純全，遠離惡事，堅守對神嘅信心，將目光轉向你，相信你嘅慈愛同埋真理必帶領我哋，神人之間建立真實而親密嘅關係，以純潔嘅心到神嘅面前敬拜，以感恩嘅心述說你嘅作為，將一切榮耀頌讚歸於你。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禱告，阿門。